南佐镇公馆社区任用一块趴远的空地啊，打造做环境真舒适的艺术生态园区，希望家己逐工生活所在会当愈来愈水。台南佐镇公馆社区最近伫咧社区内定用一块当年无伫咧整理土地，而且这个遮阁是外地游客要来到二寮观日亭，含进入社区重要路口，所以经过地主同意，甲遮整理甲真水阁舒适。咱的视觉上的感官真好以外吼，嘛减少有遮个迄个网塔。另外，社区含德嘅艺术家合作，用在地竹仔伫咧入口做一个艺术创作。借由这样的一个环境、一个空间，可以引进一些艺术家来这边，然后展示他们的艺术品。原本的空地啊，经过公馆社区志工和在地民众共同做整理，即马所种的草坡啊，已经渐渐完成。总干事嘛，希望佐镇公若会当真做是一个环境优美，大家拢来遮佚佗好所在。